把人分为富人跟穷人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富有的人比较有钱，穷人比较穷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一定跟他们这里的价值观、思想有密切的关系。那穷人叫做卖力，穷人要赚钱要靠卖力。和远的赚钱叫做借力。看见穷人呢，一天为了很努力的工作，为他的体力劳力，由别人决定你有多少薪水，这种人会富有吗？不太容易。你赚到了钱，像后天我打我那个西行西这样，我也许不穷，那我要富有，因为我为了钱去工作。有一种人，他的工作会带来他赚钱的情况，他有专业的技术。可是我是付出我的体力，付出我的时间，偏偏我是那个水电工，我是基础的打磨师傅，铺地砖的。但是如果你的技术好到不得了，你的每一个工作是这样。我有讲过一个铺地砖的师傅，那叫什么名字？什么的也否得跟头高技术有大后，听说他的工作没有在1年前跟他预约是排不到的。台北、新北市附近很多豪宅的地板50%都是他铺的，他铺过的地板20年不会变形，质感超级的好，人家都指定我这个豪宅可以办，一直爱他的。用做的都是要从海沙这几年请可以，然后20年用完之后呢，把它也要还弄好也弄回，就这个技术让那个工作1年360天几乎都是排满的。除非他说我这几天好，现在不排工厂，所以他的工作必然带给他赚钱，对不对？除非他不想工作了，他一定要工作才是赚钱。前面的人是为了赚钱，不得不去工作，付出了劳力，但是他的赚多少钱由别人来决定。下面这个人不一样，专业人士，我要做的我就开出条件，我自己当3千我给不给？不要就算了。通常他开的是3千5千3千，这叫专业人士。今天用来拍，用上来拍。这些都还要靠你的力量、你的智慧，不然你才会有钱。这算是左边，他说这个叫做穷这才叫穷人。我们在中间的这叫富人。这个象限的人，懂得用钱来去赚钱。用钱滚钱，这包括哪些基金、债券、房地产，都人家投资，对不对？听说呢，一个道场的人呢去柬埔寨开荒，3年前呢去到金边，你就金边那个开发呢，起步的边做荒原，你就想要去去佛堂，于是他就弄台币100多万就买了一块地。150万左右，不会知道当时买了多少的地呢？几十架。5块钱。你这金边的边5块钱，你拿对了，上来1块钱30万了这嘛有起一个简单的厝，人家搬到他们住，现在过了10年，他那5块钱要这么多。每一块土地都成长20倍的价值。那个土地因为今天去扩张的很快，以前后头都给你高楼大厦，开始10几年弄那是荒凉。成长20倍，就是150万成长20倍，就是3000万。其实个有100年，很多还会几百多的借贷，我现在开在那边，过桥都不会，真的是不值得。房地产，这叫投资嘛？这投资要有偏财运过来，帮我住套房，对不对？套住住套房。好，这种呢，企业家，他是用系统知识、系统的整合，他创造了很多工作，赚到了很多的钱。那真正富有的他是真的。可是下面这种很有钱的，既用钱投资赚很多钱也有，像这个叫股神，巴菲特。
算算，嗯，算，比尔盖茨他的思考逻辑，好像那个脸书的那个，他们都很有脑袋的。不是我一个人看钱啊，我一个系统的资料规个库拢我抠了，不够而已嘛，几百个、几千个、几万个，影响到全世界几亿人的系统工作群。是。然后赚了很多的钱。好，这个就思考，到底有没有努力哪一个方向？我很努力锻炼我的身体，我说从努力看我呢，我努力培养的技术，还是我努力去学习还是当，还是我要努力成为一个眼光比人家强一点、系统的比人家强的，我创造的东西会累积出无限的商机。那一种人才会赚到钱啊，这个叫四大相钱，赚钱理论的四大相钱。那学办公室也这样，人生也可以这样思考。有很多人的人生努力的是属于这一类的，对。因为也思想层次很到头啊，为了一天工作一天我一套东西我两个他就在人生过得很平坦平庸，为了沟通啊，我做完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但有一天我的人生不太一样，后来就变成圣贤，对不对？平庸的人，稍微有点成就的人，贤人和圣，在修行的角度有这四个项目。孔子讲的，整理出一些东西出来就好了哈。孔子的思想到现在产生一个系统，几千年，大家都在读他、教育他、辩他。那他这个思想会不会淘汰？不会。比尔盖茨200年都不知道他的系统还在不在。但是孔子的思想系统到现在依然在屹立人间。释迦牟尼佛陀经人也是2000多年，这些的圣人仙佛的境界，人家不是用年代可以计算的。而且你要对还是第一象限，或者是圣人。修行也是这样，为了思考。我们努力那边，我做几种这样，或者付出外体，付出外时间，那也没有用。有很多浅显，这个是听得非常广大，信仰他可以修办的道场，但是他很努力，怎么这样？因为他不知道他这辈子没有做了多少功课。我修炼者是功德，学炼者口业，这也不知道。那个整这功德是应该很大的造罪孽，对吗？安尼嘛，他就变成这种人。他到底会不会回去哈？谁来决定？他自己不清不楚。有的更惨，三宝都忘记了，还过不了蓝天的。三宝不要忘记。我想呢，好像不行是这样啊。这种人就不一样了。我修的不错哦，我有一个专业的技术，人才一定找我来做什么工作。像有些人文理很大的，后面这文理类的一定请他们来做，这代表他的专业的程度跟人家认同，他一定有个角色可以做，他固定可以有行功力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不要培养这个专业能干？以前2000年，道长不用钱做好吧？可以用钱的。如果我今天我创造一个佛堂，这个佛堂会里面很多的人才，请问知不知道？经营一个火车场，这个火车场可以创造很多的人才。跟我只是做一个文理人才，如果是厨房的，哪一个还更有价值？不是说这个不好，但是如果这个网上，我今天有创意建一个火场，建一个道场，它可以生生不息。建立一个火车场可以生生不息的，是不是？层次最高的呢，像孔子这样释迦牟尼佛，孔子也不用刻意经营他的火车团，释迦牟尼佛也不用刻意经营他的生团。释迦牟尼佛四处去讲课的时候，真的是他在经营的吗？不是。每一个大道场都有人帮他建立好，但每一个大道场都依据佛陀的思想做指导，说真他，
对不对？他的思想经过了2、3千年，依然无数的人追求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要像佛陀，像这个孔子圣人这样，真的做对。啊，要休息了吗？休息。我先讲到这里，休息一下啊，开始。谢谢。好。好。讲是慈悲，前大为公，公大为公，在这里讲公。